古巴咧呢一場賽事咧俾大家欣賞㗎。個比賽地點咧就係日本嘅江山。咁12支參賽隊伍咧將會咧就互相對賽啦。咁但係咧都分咗兩組㗎，分別咧就係 A 組喺東京啦 ，B 組就係我哋今日呢一組啦喺江山嘅比賽。個江山有古巴、巴西、中國、秘魯、克羅地亞以及突尼西亞㗎。主隊日本、俄羅斯、南韓、阿根廷等等咧就喺 A 組比賽。咁暫時咧巴西同埋古巴咧分別咧喺總分方面咧都係排喺第1位同埋第2位㗎，都係2戰2勝，咪有4分，再加埋得失球率咧，佢哋係最好嘅球隊嚟㗎。排第3有俄羅斯，主隊日本喺第4，跟住南韓、克羅地亞，中國咧就贏一場輸一場，有3分，排喺第7位，之後意大利、美國啦、阿根廷、秘魯同埋突尼西亞。換句話嚟講咧，呢一場賽事咧，邊一支球隊勝出嘅話咧，就可以升上分組嘅榜首㗎。呢度咧就係巴西隊啊。咁啊，第1局方面嘅出場陣容，咪2號嘅摩沙啦，3號嘅干斯高亞，7號嘅蘇沙，8號嘅巴魯斯，10號嘅戴亞斯及11號嘅羅哲基斯㗎。古巴隊咧就着住紅色衫出場，6位。喺第1局出賽球員，不過有1號嘅路斯、2號嘅哥斯達、8號嘅貝爾、12號嘅阿基路、14號費南迪斯同埋16號嘅法蘭斯亞㗎。巴西咧同埋古巴咧都可以話係實力平均啊！啱啱影咗個位咧就係巴西陣中嘅主攻手，亦都係主將啊巴魯斯。第1局嘅比賽，每一局咧將會係打25分，而家咧就係直接得分嘅。巴西隊先發球，球識發球，古巴隊係第1個進攻，巴西隊接到，安全過網先。巴西隊咧打個捉手出界，咁啊先攞第1分嘅。擊球嘅咧就係10號嘅戴亞斯。同樣係球識發球，巴西隊隊長。中間係假嘅，哎呀呢度少少咧就係默契有問題，不過唔緊要，個波拖一拖網。呃晒啊！中間起跳個假嘅，2號咧哥斯達咧先至係真啊！咁今年26歲嘅球員啊，身高1米76，唔係好高嘅啫，但係咧扣球點咧有3米24嘅，彈跳力驚人啊！喂，美人照鏡，照過嚟古巴隊咧就係化解得到，不過咧冇攻勢啦。喂，呢球波有運啊！7號嘅蘇沙，巴西隊嘅教練班納道啊，咁啊見過好多次啦。班納道咧呢啲好緊張型嘅教練嚟嘅。左手扣球咁啊，打過咧就係捉手出界。8號嘅咧係貝爾嘅，咁啊陣中嘅長攻手呢邊呢就係古巴隊嘅教練安東尼奧，咁旁邊呢就有一班助教團喺度㗎。咁至於咧以前啊古巴嘅彈弓人路爾斯咧，而家亦都喺古巴隊咧就係做呢個助教嘅工作。巴西隊呢邊咧好快又攞翻分啊！迪亞斯。而家咧打直接得分制咧，打上嚟咧就緊湊好多，同埋刺激好多，即係差唔多任何時間都可以攞到分。呢球波發球出界㗎，有少少失誤啦。7號嘅蘇沙，咁今年29歲球員喺陣中叫老將㗎啦。靚波啊嘛，睇住對方嘅手嚟打，迪亞斯。但係好可惜啊，連續2次巴西隊發球咧都係失誤嘅，4比4平手。5號咧就係巴西隊嘅自由人啦，連馬球識發球。呢球波有捉手㗎，擊球咧就係陣中嘅老大姐2號嘅莫沙，咁今年已經31歲㗎啦，1米85啊，幾高嘅球員嚟㗎。
哇！連續3球波，巴西開波都失喎，點解啊？教練咧搬納到你啫，冇搞錯你哋送咗3分俾人啊！因為而家咧直接得分啊，發球失誤咧就即刻係冇咗分嘅，揼釘咁揼落嚟啊！2號嘅哥斯達。嗱，睇多次呢球波啦，咁啊巴西俾佢哋打散咗，哎呀呢球波過網啊，第一時間食叉燒啦，多謝。分數方面咧，古巴領先緊1分6-5，搞掂啦巴西隊，6-6平手。再嚟又係2位球員攔網，但係今次咧打個捉手，攞分嘅又係哥斯達。哇，好墜啊呢個波！中間輕輕一托落個空位度，不過好可惜啊，咁啊托出界。古巴隊暫時咧8-6領先。西對住古巴嘅世界盃女子排球賽㗎。着紅色衫發球呢邊嘅古巴隊，白衫咧就係巴西隊。暫時古巴係第一局領先緊8-6㗎。咁古巴隊嘅平均年齡咧同巴西隊咧就好接近啊。個古巴隊咧就24.8歲，巴西係25.7，大家都好年輕嘅一隊隊伍嚟㗎。但係如果你講彈跳力咧，古巴咧就比呢個巴西好好多。不過平均咧嘅扣球擊球點咧，摸高點有3.25米咁多㗎。咁反之咧，巴西咧只係得2.99米，未夠3米㗎。快嘅！完全咧就睇到晒個空位啊！嗱呢球波扣完波咧，對方攔網球員咧先至有反應咧，就係跳起。2號嘅莫沙，陣中嘅老大姐，穩陣啲啊！開波有啦呢個，仲救到，升翻。夾硬咧就係殺落去呢個打個後場，10號嘅迪亞斯，今年28歲嘅球員嚟㗎，身高1.84米，都係球星，過咗網啊呢球波，救翻冇事。靚波，但係呢球波有冇捉手啊？冇㗎，球證話。哥斯達就好似咧就唔係幾滿意球證嘅判決咁啊！呢球波巴西得分㗎，連續攞2分嘞喎。中間呢條假嘅，呢個先就係真，救唔起啦，貝爾啊！貝爾啊、哥斯達啊呢幾位球員咧打咗好多年㗎啦，打咗咧就係成4-5年正選㗎啦已經。咁啊年年嘅女排大獎賽咧都見到佢哋咧有上陣嘅，輕輕抹過去假嘅，左手扣球，話鬥攔網啊，揞翻過嚟。呢球波就過咗網啊，過咗網咧就成個波咧就俾10號嘅迪亞斯咧就撳咗落嚟。比分係10-10平手。救到，不過都出界。呢球波好重手啊！12號嘅阿基路，嗰啲係古巴嘅比較新進啲嘅球員啦，今年只得22歲嘅啫。中間嚟個快嘅。睇上嚟咧，在場咧多巴西隊嘅球迷啊，一路係咁嗌巴西巴西咁樣。11平手，唔好失啦呢發球，緊過咗網，呢球打散咗啦。16號嘅法蘭斯亞，今年24歲嘅球員。
身高咧1米82嘅，咁高妹嚟嘅咧陣中叫做。咁最高咧就係費蘭迪斯嘅1米85啊，同埋艾華利斯嘅1米90。12平手。哇！呢球波完全咧就係呃晒啊！古巴隊咧就冇晒默契啊！嚟睇睇啦，唔係好飄嘅就個波，不過兩個人爭波啊！定亞斯，嗱今次就冇爭波啦，古巴隊嚟得快嘅。巴魯斯扣殺，俾人攔截到。仲有啊！咁睇女子排球最好睇咧，就係多呢啲來回球啊！救翻，靚波啊！1號嘅路斯，呢球波其實唔係好啱位嘅，夾硬咬盡要3個攔網球員中間過。13平手。輕輕啊，妹妹過嚟見到人哋擺晒陣喺度攔網啊！古巴隊好聰明嘅，呢個打咗個觸手冇事，攔到不過出界。嗱有時咧殺波咧就唔使話一定要殺死人嘅，見到對方嘅攔網球員咧企晒喺度啱晒位咧，打落佢哋嘅手度，打個觸手出界。14對13，好行啊呢球波，叉燒啊！哥斯達話多謝有叉燒食。最主要咧就係發球呢個扣球式咧好重啊！第一傳做得唔好，過對方對面長區，輕鬆咧打個斜線。15對13，再嚟啊！食過翻尋味。呢球波好球嚟㗎，球證話16對13，古巴咧暫時有3分嘅優勢，巴西隊嗌個暫停。世界盃女子排球賽巴西對古巴賽事啊，仍然咧就係第一個嘅比賽。發球嘅古巴隊咧暫時有3分嘅優勢。好球啊！望住呢個斜線，但係其實咧打個直線嘅。嗱，以為咧佢係咧就係打個斜線，一出手嘅時候咧咬個手腕咧，將個波咧就係打翻落嚟直線嘅位置。連追2分啊，攞2分都係莫沙。剛才咧就做扣殺，而家咧就做攔網。嗱，你起咩？啱咧就係撳死你。又係莫沙啊！追到16平手啦，連攞3分。哇！啲巴西球迷越睇越興奮啊！呢球波咧，點解咧古巴隊攞得咁輕鬆啊？最主要就係第一傳做得好啊！第一傳接波咧做得好，變咗咧第二傳同埋扣殺個球員咧都有好充足嘅時間。17-16，仍然咧古巴隊有少少嘅領先優勢。咁除咗咧開局早段咧巴西隊領先過之外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紅衫嘅古巴隊領先啊！只有人救到，過到網，幾個攔網球員喺度報定，呃晒。冇事，仲救到。中間呢個攻擊球員咧，俾阿費蘭迪斯睇到好死啊！嗱，你都係冇乜位走啊，都係中間打噶啦。費蘭迪斯成功攔網。後邊個先係真嘅，不過咧3個喺度攔你啊！巴西隊係換人㗎，入嚟咧就係1號嘅即斯里，以及咧就係18號嘅奧利維拉。
奧利維拉咧就幾年輕下㗎，21歲嘅啫，不過夠高啊，1米84。好球啊！追到18平手。教練咧班納道咧就未係太緊張住啊，但係咧一陣間會見到佢啲緊張法啊，緊張大師嚟嘅呢個。睇佢咧就喺旁邊做教練咧，仲辛苦過咧落場嗰啲球員打波。古巴得分，打個觸手，19-18。啱啱墊得起個波，夾硬殺落去啊！咁啊前邊呢個球員都未準備好啊，羅哲基斯未準備好個波已經扣到過嚟啦，又一個暫停。咁第一局咧就嚟到尾段啊，咁啊暫時咧睇上嚟咧雙方咧有少少勢均力敵，咁但係中段咧巴西隊咧曾經3次咧連續發球咧都係直接失分嘅。如果唔係咧，分數方面咧，而家就反而係佢哋超前。咪搬納道呢份話咧，我哋係完全聽唔明啊！就係見到佢好肉緊啊！分數方面咧，而家咧巴西隊只係落後2分嘅啫。不過直接得分嘅比賽咧，要失分咧就好容易嘅啫，所以一定要小心啊！20-18，古巴隊發球，古巴隊領先2分。嚟個快攻。咁啊，見到咧就係二傳嘅托球手咧，托個波咧就升得好矮嘅啫。佢盡量咧加快咧個波咧就係過對面嘅速度。19-20，巴西隊落後1分。莫沙唔啱位喺度，哎呀，咁都有得贏嘅呢球波，真係巴西隊好可惜啊！個貝爾呢球波係夾硬咧，就係拱翻過去嘅啫。但係捉一捉網，個波改變咗個節奏，又喺網前快嘅好波。個潘納道咧最猛陣嘅就係巴西隊贏得辛苦啊，輸嗰啲波咧全部咧都係大二波嚟嘅。加埋頭先個分咧，巴西隊已經失咗4分咧，就係大二波。又係貝爾，22-20。靚波。10號嘅迪亞斯咁追翻貼咧，就係21-22啊！又嗌個暫停，係換人啦，應該係換翻咧就係拜魯斯入嚟。咁咧好有活力嘅球員啊，巴西隊。咁雖然咧人仔細細啊，幾細粒下1.79米，不過咧扣球摸高點咧有成3米嘅。7號嘅蘇沙發球托球手嚟㗎，望住隻手咧，打個觸手出界，路斯攔到網，第2傳。過到嚟，古巴再組織攻勢。呢下咧揼釘揼落去啊，又係路斯啊，睇住個空位。個巴西隊咧開始有啲危險啦，第1局波而家隨時咧都會咧就輸咗喺古巴手上。
好勞氣啊，做晒動作，有晒手腳咁樣。咁啊佢咧而家有啲似咧就俄羅斯嘅教練咧卡寶啊，不過卡寶咧就直頭鬧人添嘅啦。佢次次一鬧人鬧到面都紅晒，反而呢邊咧古巴隊教練安東尼奧咧嚇，就陰聲細氣喎。古巴隊發球，24比21，巴西先追翻一分先，22比24。嗱唔可以再輸任何一分㗎啦，巴西如果唔係會先輸第一局啊。又啱咧就攔到網啊，3號嘅干沙奧。咁其實咧就係因為古巴嘅球員咧唔係好到位嘅。連續咧俾巴西隊攞翻2分，今次係古巴嗌個暫停啦，嗌個技術性暫停。都係咧唔會聽得明咧，就係安東尼奧咧講啲乜嘢㗎啦。嗱今日咧見唔到咧就係古巴隊嘅助教路易斯啊。巴西追翻2分，23比24，仍然落後緊1分㗎。哇！完全冇意識啊，古巴隊24平手嘅話嚟講咧，要連贏2分咧先至可以贏啊！巴西隊連攞3分，睇可唔可以再攞多分啊？得啊，25對24，連攞4分啊，士氣大振啊！嗱，贏多1分啊，就可以反勝咧第一局波。啱咧俾3號嘅干沙奧啊攔到呢球波㗎。先呢就係古巴隊啊，先攞24比21㗎，諗住贏多分先贏第一局，而家反而咧俾對手咧反超前25對24啊！呢邊咧見到咧貝納度冇咁勞氣啦。呢支巴西隊咧過去咧亦都有嚟到香港咧參加世界女排大獎賽㗎，咁入場睇開波嘅球迷咧，可能對佢哋咧有啲認識啊。古巴隊亦都係一樣，靚波好球嚟㗎，啱咧底線落，攞分嘅就係阿基奴，25平手。古巴隊仲救到。咬晒身殺翻球波，但係冇乜力嘅呢球波。兩邊都未有一個真係好主動嘅攻勢啊！呢球波咧點判先？巴西隊得分，26對25。有啦，呢球仲救到，哎呀過唔到網啊！老貓燒鬚啊，莫沙呢球波，26平手。爭波打，27對26，咁首先呢，古巴隊反超前啦，贏多分呢就可以咧先贏第一盤。好波啊！拜魯斯啊，咁往往咧都係最困難嘅情況之下咧，就救到球隊嘅，因為好活躍啦，同埋好具攻擊力嘅球員。
咁呢下咧就睇得好準啦，哥斯達咁揾到個空位扣殺落去。嗱，零零舍舍見到咧嗰個位冇人嘅，28-27。哎呀！呢球波咧就打咗出界啊！2號嘅莫沙，咁結果咧第一局波咧就先由咧古巴隊先拔頭籌，分數咧就係29-27㗎，非常之敏嘅分數。咁相信咧嚟緊幾局波咧都會好刺激啊！巴西對古巴比賽，古巴剛才喺第一局咧贏29-27㗎，而家嚟到第二局嘅賽事，咪着紅衫嘅咧就係古巴隊啊，先攞第一分喺第二局。古巴隊咧今次咧嚟到參賽呢一支球隊咧，咁啊平均嘅經驗咧就係比巴西隊咧為幼嫩少少嘅，好多咧都係啊以前咧有幾個嘅舊人咧帶住一啲新人，好似哥斯達啊、貝爾咁啊帶住一班新人啦，法蘭斯亞、山翠斯咧等等嘅，咁平均咧呢一支球隊啊咁啊上陣國際賽次數咧只係得63場，咁但係巴西隊有105場咁多嘅。輕輕一托，睇到個空位。有時咧就唔一定咧要強攻猛打先攞到分，睇啱位咪輕輕將個波咧放過去都得㗎啦。莫沙咁啊陣中咧就係年紀最大嘅球員啦，31歲。呢球波咧難就難到望啦，不過波咧揼中咗自己膊頭啊！3對1，好球！11號嘅羅哲基斯嗱，睇多次呢球波啦。啱啱咧見到對方籃網球員法蘭斯亞跳起咧，咁喺佢手邊啊打過去。呢球波第一傳做得唔理想啊！3平手。仲有冇事，安全角網打個高波過去先。點解咧？等自己有多啲嘅時間咧，可以翻位啊！呢度護住個波出界。定亞斯個波就打出界㗎，4對3，古巴領先1分。好聚啊！呢球波。翻上嚟輕輕一托，又係睇到個空位，不過咧救到都冇用啊！個波擠咗出去觀眾席度啊！分身救波係爆嘅拜魯斯啊！見到場邊咧，巴西隊啲球員熱緊身啊，可能隨時入替啊！捉手㗎呢個靚波，干沙奧替巴西隊得分。呢球波咧就話冇捉手㗎。咁球證亦都睇得好清楚啊！古巴得分㗎，應該係巴西得分先啱啊！呢個就捉手出界啦。12號嘅阿基路，而家改制之後咧，直接得分咧，睇上嚟咧，成場賽事咧就刺激咗好多。咁同埋咧個節奏亦都係快咗好多嘅。因為如果以前咧就係要發球先得分，好多時咧就打咗好耐咧，個分數都唔係好喐咁樣。6平手，哇！好快啊呢個進攻，升得好矮個波，啱啱喺網頂兩個波位。攞分嘅就係費南迪斯，7對6，古巴領先1分。
你識快攻時咧，我哋都識快攻啊！巴西話。而3號嘅干沙奧咧，亦都係喺隊中咧負責咧就係做快攻嘅。救到，但係呢球波咧嘅球證咧已經係判咗啦，古巴先得分8對7，第一個暫停，我哋休息一陣。世界盃女子排球賽，巴西對古巴嘅一場分組賽事啊！咁巴西同埋古巴咧，暫時咧都係2戰2勝。咁喺呢一個嘅積分榜方面咧，巴西咧就以得失球較佳咧排喺第一位，古巴咧就係第2位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呢場波打完之後咧，贏波啲隊伍咧就係暫時喺12支球隊裏邊咧成績最好㗎啦。巴西隊嘅進攻俾人攔截到，不過咧就彈咗出界，9對8。中國咧亦都有派隊咧就係參加呢一個賽事嘅，咁啊暫時咧打咗2場嘅小組賽，1勝1負，咪有3分擺第7位。12支嘅參賽球隊咧將會咧就係互相對壘嘅，咁啊打咗一個咧就係循環先。除咗咧就係12支球隊喺度爭逐咧就係世界盃嘅冠軍之外咧，亦都咧就係爭逐咧出年啊2000年悉尼奧運嘅參賽資格嘅。咁頭3支嘅隊伍咧將會咧可以咧就係去到參加奧運。哇，好西喎個波好似。咁啊扣殺做得靚啊！咁啊破壞咗咧巴西嘅接發，破壞咗巴西嘅第一傳。10對9。後邊嚟咁啊！但係呢球波哇好失威喎，打咗落網啊！拜魯斯。咁你時間咧嗌個暫停，又要睇下咧就係潘納道同佢哋講啲咩啦。Tá jogando pra ganhar, faz cara de ingenuidade, não dá pra entender, filha. Dá a bola aqui atrás, chega aí passar, deixa ela, filho. Bota linda, só sabendo que tá morrendo. 好似好勞氣啊！ Curta da 8, fica mais, tá? Fica mais, deixa aqui. Olha rápido, ela não tá fechando tanto, tá? Tranquilidade aqui. Corre atrás da bola dela. Vamos pra cá. Chega aqui, bora. 古巴發球，11對9，古巴有2分嘅優勢。呢邊好清楚啦，咁啊清脆利落啊，見到係打個捉手㗎，巴西得分10對11。莫沙發球。中間嚟攔到，今次咧都係中間，不過咧輕輕將個波托過嚟。巴西隊咁啊唯有將個波咧就係趕翻個網先。呢邊古巴進攻，呢球波咧2個攔網球員拍得唔夠埋啊，中間有好多空位啊，俾到貝爾。今次攔網做得好啦，3個攔網球員貼到實一實，仲救到巴西，古巴都好救到，輕輕托翻過嚟，哎呀唔好爭波食。嗱一爭波就失位，即係你有2個球員咧擁咗埋同一個位置度，睇得好準啊！嗱呢度見到你冇位啦，唯有要打個強攻，咁2個攔網球員喺度撳定力。12號嘅就係阿基魯，跳出界嘅呢球波。11-13，發球權咧俾翻巴西。靚波。
打咗去後場咁啊，啱啱咧底線前面落嘅。連續幾個攻勢都無功而還啊！今次咧就打高少少好球，10號嘅迪亞斯，嗱又係見到你兩個嚟攔網啊！喺兩個中間過，好重手啊！呢個發球。呢個見到咧就話離開個網都幾遠下，角度唔係好啱，唯有打個觸手，成功得分。莫沙追翻貼少少啦，巴西嘅分數，不過仲係落後緊1分。好可惜啊，飛到盡嚟夠啦！巴西隊呢一球波留2分，古巴領先15-13。得一個球員咧後場啊，阿基魯咧就望住後場嚟打。巴西對住古巴呢場賽事咧，準備發球嘅古巴咧就領先緊㗎，喺第2局有3分波嘅優勢。話不過呢球波就即刻咧攞到4分嘅優勢啦，17-13，直接發球得分。巴西隊咧剛才喺第1局咧就輸得幾濛水下嘅，29-27啦。而家第2局咧中段咧開始咧就俾翻咧古巴拋離翻，有3分波距離。對方咧就直接發球得分，咁啊自己咧就發球失誤。9球式發球，哇！又係啦，個波咧就擠咗個對面網啊，俾對方咧輕鬆咧就打翻過嚟。14號嘅係費南迪斯。5分波距離啦，咁啊第1局波咧都未試過咧有咁遠嘅距離嘅，呢個發球失誤。阿基魯啊，敗家輸咗分。輕輕托過嚟，見到你後邊得1個人啊，仲救到巴西隊冇事。古巴隊咧都救得好慢啊，呢度打個觸手搶分。20-15拋離5分波。個路斯雖然係幾後生下，得個21歲，咁入咗隊咧就冇幾耐。咁但係見到佢咧好醒目嘅呢個女仔打波，用好多腦。拜路斯16-20。呢邊咧嗌個暫停啦。拜魯斯去咗後場啊，咁啊換佢出嚟咧，俾佢休息一陣。即斯利入替。除此之外咧，18號嘅奧利維拉咧，亦都係入咗嚟啦，換咗7號嘅蘇沙嘅。蘇沙係托球手嚟嘅，奧利維拉咧都係咧就係托球手。拜魯斯由於全場周圍走啦，所以去咗後排啦，咁上唔到嚟做進攻嘅時候咧，教練咧都換佢出去俾佢休息一陣。睇一次古巴嘅攻勢啦，升去後邊真係真嘅，咬晒腰過嚟攔啦，失晒位。21-16，仍然係5分波距離。太貼網啦呢啲波，你係咪有人掂網啊？球證就話巴西隊你哋掂網啊！
巴西隊啊開始有啲麻煩啦，落後咧6分波咁多啊。12支球隊咧分成2組咧就係比賽啦。咁但係其實咧，當佢哋咧分2組打完之後咧，又會再咧交換打嘅。咁其實咧12支球隊咧需要咧就係打11場嘅小組賽事，咁啊同所有嘅對手咧就係對賽1次。暫停完啦，咁啊翻出嚟繼續比賽。22對16，巴西落後6分，先追翻1分先。18號嘅奧利維拉。哎呀，二傳咧係做唔到啊！阿基奴啊，咁剛才發球失個手，呢個二傳咧可能跣手啊，手濕啊。所以見到咧，巴西隊咧有2個球員咧都喺後邊咧就攬一條毛巾喺度，因為手有手汗啦，有時接波咧好易跣。23對18，古巴隊仍然維持住5分波嘅優勢。奧利維拉入咗嚟咧都幾有作用啊！已經攞咗3分㗎啦佢。撳死啊！因為睇晒路啊，見到咧成班古巴隊嘅球員咧都喺咧呢一個後邊，唯有咧一定係上嚟中間打啦，中間打3個人喺度封網。剛才6分波距離咧，追到去3分波距離啊！中間跳假嘅，呢球波咧就係攔網之後咧就出咗界。24對20，古巴隊贏多1分呢，就可以咧贏埋第2局波。比賽咧採取5局3勝制嘅。停飛，好波啊！打散咗古巴啊嘛，但係仍然有。呢個攔網攔得好快啊！21對24。雖然你跳起，但係攔網球員呢就好穩陣啊！見到你起跳之後呢，先至呢就係扣殺落嚟。上翻到嚟前場啦，換翻呢就係拜魯斯入嚟。21對24。做到第一傳，做到第一傳之後可以有機會做進攻啦，輕輕一半。古巴隊25對21，又係呢個路斯啊，用腦打波嘅後生女啊！古巴隊連贏2局波，咁睇陣間翻嚟咧，巴西咧可唔可以咧就係追翻1局啦？我哋稍為休息一陣間先。小組嘅賽事，巴西對住古巴㗎。2支球隊咧之前2場波咧都係2戰2勝，咁分別咧巴西係排喺榜首，古巴係排喺第2位。咁但係呢一場波咧，古巴似乎咧就技勝一籌啊！咁啊打完頭2局波，紅衫嘅古巴咧分別咧就係贏29比27，同埋咧就係25比21嘅。咁只要贏埋呢一局咧，就可以咧就係搞掂巴西。哎呀，咁樣失波好唔抵啊！哥斯達啦直接發球得分。古巴咧2比0領先緊。好球嚟嘅呢球，冇捉手。哇，啱又係負得起個波啫，安全過網先。又睇多次咧，就係古巴隊呢個攻勢啦，貝爾左手嘅。第3局波出嚟咧，見到巴西隊有啲散散地啊，咁輸咗2分呢，就係大2波。
巴西隊而家咧幾大壓力嘅，因為已經係輸咗2局波啊！要贏呢場賽事咧，就一定要喺餘下呢3局全部贏晒。巴西隊都有個換人，應該咧就係莫沙換出嚟㗎，換入去咧就係6號嘅摩拿斯。哇！爭啲咧就係人撞人啊！巴西隊攞翻分先，唔使咧就係4-0啊！而家就4-1。啱啱輕輕救到摩拿斯，哎呀單手咧燙一燙。摩拿斯已經好搏㗎啦，成個人瞓出嚟救。班納度咧好緊張。摩拿斯咧望落去咧好似細路女咁樣啊，但係其實咧都唔細㗎啦，27歲啊呢位球員。呢球波係出界㗎。就話迪亞斯，今日迪亞斯都分到幾多波打？咁啊分輕咗咧就係拜魯斯咧好多進攻嘅工作。呢球波睇到晒路啦，咁打咗2局波咧，咁啊古巴隊咧都大約咧了解到咧巴西嘅戰術啦。7-1，靚波啊！呢球波咁啊卒之咧就係迪亞斯啊打翻球靚波。呢球波係出咗界㗎，發球失誤。咁啊輸咗6分波咁多啊！由開始咧就係輸0-4，咪而家咧就輸緊2-8嘅。咁古巴隊形勢大好啊！個古巴隊咪非常之有信心啊！個巴西隊咧暫時形勢咧就不妙。6分方面呢，暫時咧古巴咧8-2領先，有6分波嘅優勢。18號咧就係奧利維拉，咁啊剛才第2局咧入咗嚟之後咧，而家咧暫時咧都仲未換翻出去啊！咁剛才第2局亦都攞咗幾分波嘅喺尾段，救到。首次見到咧就係阿摩拿茲嘅進攻，有啲威脅力。中間托過嚟，咁但係咧球波啊托出界嘅，可惜啊，急得滯啊！空位係睇到㗎啦，成個人咧就喺中間附上嚟，10號嘅迪亞斯，9-3，好重啊呢球波，瞓到，但係咧就冇第2傳，4-9。呢邊路斯假嘅，中間貝爾先至係真。費南迪斯10-4。
勞斯喺後場發球，升上嚟咧就俾摩拿斯打咁啊，但係摩拿斯都好似冇乜力水咁啊啲波。咁古巴隊咧攔咗網之後咧，就後邊冇球員上嚟咧就幫手啊。咁啊至於攔網兩個球員咧，以為後邊都有接應啊，咁啊兩個互望一下個波落地。左手嘅貝爾今日發揮得非常之好啊！12對5，有7分波嘅距離啦。呢球波太貼網啦！13對5，再咁落去咧，巴西隊唔係辦法啊！形勢非常之唔理想啊！因為而家見到咧第3局波咧，巴西隊打上嚟比較單調啲嘅啲戰術，反而古巴隊咧開始越嚟越多變化。14對5，9分波距離，都係俾些拿斯啦，完全因為俾摩拿斯完全咧俾古巴隊估到晒啲路嘅。咁喺前邊一係咧就摩拿斯，一係咧就奧利維拉。嗱，只要第一傳做得好咧，攞分嘅機會咧就大好多。呢球波，古巴又打個足手出界，16對5啦。11分波距離，古巴隊咧形勢大好，好有機會咧直落3比0咧係擊敗巴西。分係遠遠拋離巴西。咁啊，之前呢兩局波咧，雙方咧相差分數距離都係3、4分到嘅啫。而家你有11分波距離，6對16。巴西隊如果要追翻分數方面咧，一定要喺呢個進攻方面多翻啲變化先得。又俾古巴隊咧就係攞到分啊！今日古巴隊咧前邊兩位球員啦，哥斯達以及咧就係貝爾咧表現咧都好理想。7對17。羅哲基斯發球，見到人攔網咧，將個波咧就托高佢嚟打。呢邊咧巴西咧就望住對方攔網球員隻手嚟打，得分嘅咧就係迪亞斯㗎。呢球波貝爾嘅救曬，咁巴西隊咧見到個波嘅來勢咧，直頭啊烏低身啊唔接，等個波出界。巴西隊咧雖然係追翻啲分數啊，咁但係而家咧大分依然咧就係落後緊嘅。咁主古巴隊咧就一鼓作氣。暫停完咁，雙方咧都冇換到人嘅。古巴隊咧今日咧除咗貝爾啦、哥斯達啦、路斯嘅表現亦都好理想。
咁所以咧，就算咧邊個球員咧上到嚟前場咧，古巴隊咧依然咧都有攻擊力。10-17，分到波又係貝爾。巴西隊咧要把握而家呢一段嘅機會啦，咁啊貝爾喺後邊嘅。巴西隊而家上咗前場嘅咧就係10號嘅迪亞斯，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咧奧利維拉咧喺前面嘅，奧利維拉近翻落去啦。好重手啊！呢啲扣球魔高點咧，呢個阿基路咧有成3.18米咁高嘅。19-11，呢邊咧再嗌多個暫停。就爆咧就係奧利維拉啦，入咗嚟之後咧，由第二局開始入咗嚟之後咧，亦都咧就不斷有分攞到啊！干山奧咧，亦都咧就臨尾啊，同教練咧就係搬納道講多兩句。20-11，落緊9分波，輕輕一托過嚟，冇乜威脅力呢波，睇晒路。1號嘅盧斯，21-11啦，大勢已去啦，巴西隊。落緊9分波，巴西隊發球又係送分俾人啦，可惜啊！呢啲咁嘅關鍵時刻咧，仲失埋啲咁嘅大熱分啊！迪亞斯，一個好重嘅扣球式發球，中間假嘅呢邊，輕輕托翻過嚟唔啱位啊！第一傳有，第二傳做個進攻俾對方攔網成功。分俾邊個？古巴呢一節嘅防守做得好好啊！呢度最終咧，迪亞斯咧個扣球咧就落咗網嘅。贏多兩分，贏多兩分，古巴咧就可以直落3局咧就係擊敗巴西，直接發球得分24-12。開波咧就係阿基路啊，啱啱咧喺對面場區嘅角落頭落地。食過翻尋味再嚟，哎呀！不過咧就送咗分啦，13-24。第一傳有。第二傳喺網頂，哎呀！呢球波係出咗界㗎，睇得好準啊！路斯呢球波咧，諗住咧打過去咧，對方有球員係咧就係攔網，但係個波咧俾巴西隊咧捉到路啊！咪見到個來勢咧輕輕咧就避咗佢，但係今次又係路斯啊，又嚟25-14啊！咁啊睇古巴咧就係攞埋最後嘅1分。
咁啊，古巴隊咧直落3局咧就係贏咗巴西嘅，咁啊巴西咧第3局咧更加毫無還手之力啊！3局嘅比分係29比27、25比21同埋25比14嘅。咁啊，古巴隊咧贏咗呢一局波之後咧，而家喺分組嘅形勢咧就會升上去榜首位置啦，3戰全勝。古巴隊咧當然值得慶祝啊！咁啊擊敗咗咧就係今次比賽嘅其中一個主要勁敵巴西隊，咪仲係贏得清脆利落3比0添。咁至於巴西咧輸咗呢一場賽事之後咧，喺排名方面咧將會咧就係稍微滑落㗎。至於咧8號嘅古巴隊球員貝爾咧就獲選為啊今場賽事咧嘅最佳球員，實至名歸啊！佢啲左手扣殺咧，今日咧就替古巴隊咧就攞咗唔少分數啊！咁睇睇兩方面嘅一啲嘅比較啦。進攻方面咧，古巴就係47次，巴西就係41次嘅。攔網咧，古巴咧就成功9次，巴西係8次。睇呢兩樣嘢咧，兩邊咧就差唔多，不過得分方面咧就古巴好好多啦。直落3局咪將巴西隊擊敗。除咗第一局咧29比27係贏得問啲之外咧，第2同第3局咧都係贏得比較輕鬆，尤其是第3方面嘅。